哋而家到鳥取縣啦！舊年10月咧，我就同導演 Harry 飛到鳥取7日，最後咧做咗6個故仔翻嚟。其中咧最威水就接受咗2次日本電視台嘅訪問。由於當地新聞唔多，加上我哋係首個香港媒體採訪當地嘅育兒政策，對於當地咧係件大事嚟㗎。除咗之前採訪森林幼稚園嘅訪問已經播出咗之後，最近訪問10人家庭嘅報導咧都出咗街啦，仲要好開心咁樣米字 logo 長期住喺嘅日本電視台嘅屏幕上面啊！そんな活躍ぶりを目にしたのが SNS の総フォロワー数81万人を誇る香港で大人気のオンラインメディアマイジーでした。因為香港まず香港と鳥取県は同じく少子化問題を直面していまして、香港においては、一般の家庭でしたら1人から2人までの子供が普通でして。今次除咗想分享呢個人生成就之外，其實最想咧就係大家有時間重溫呢3條片，絕對係我同導演 Harry、領隊同翻譯 Pinky 有汗有淚之作嚟㗎。由籌劃到拍攝再到寫稿翻譯嘅工作，絕對係比平時多1至2倍嘅時間。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啦！